林老师，林先生，来面坐啦。唔免啦，我念要走啊。潘太太，我已经跟阿爸讲过啊，已经答应哦，不甲你出去汽车馆啦，对无阿爸？对啦，加500块啦。阿爸，加300。好啦，意思，加100块啦。是啊。歹势哦，迄天的代志真歹势。哎呀，无啥物人歹势啦，是我有耳空轻，听阿良讲我这间厝安俗俗啊做恁，啊等你即摆生意愈做愈好，钱愈赚愈多咧，所以我嘛。要死我！哎呀！少年，你有质量可讲不变水啊！你不算有这少年不？你敢拍我吗？看你啥嘛？你那是你创啥啦？这少年无拍会使。哎你啦！好啊啦，你家己做的代志，互伊家己担啦，然后转去啦。你哈啦？嗨啊！你敢袂记你啊？你怎么规张脚塞好啦？你是创啥？慢你啦！你这个。哎，拜托你莫嘴遐笑好无？你若要遐笑哦，安怎拍死你都唔知影啦。那这个飞机。哎，总共哦35支啊咧，敢会付？会啦，你去听啦。哎，若品质哦，你是一定第一个啦。啊，若赶速度哦，你真歹讲哦。我这惊做袂有，要较骨仔来哟。我等下靠好来，紧做啦。阿爸，叫个那铁棒这个，在旁边。哦。阿太，你不会读册，啊你遮创啥？我教嘛斗相共啊。唔免啦，拍题无你的代志啦，去读册啦。我这边学习了，等我教嘛斗相共了，我才来去读。你的时间若是真济哦，你会去教阿囝啊写字吗？伊要考试啊，你去啦。实在是啦。哎，阿太啊，我讲话你是无伫听哦，去啦。哎，啊，大家咧无闲叫斗相共就是安怎？你若是为着囡仔好，就莫叫伊学拍题啦。哎，师，暗时咧赶工课。你话敢要讲清楚哦？啥叫做爱囡仔好，袂使叫囡仔拍题啊？你意思是讲看你要拍题无目的？我若是看拍题也无目的，我敢会嫁互你？哎呀，即摆时代伫咧改变啊！你拍题的功夫搁再安怎好，嘛敢若安尼啦。只有加读册，将来才有前途啊！哼，笑死人！恁爸都无读册，嘛有才调人开店，搁有才调人请新劳。啊，阮兜5条人拍题的啦。总讲阿太顶我的过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我问你啦，拍题敢有轻松？轻松？哼，哎，你去拍看嘛，看初档啊轻松。啊，若安尼，阿太一个囡仔，伊阁会当甲你斗做啥咧？嗨，你嘛知影拍题的工课袂轻松，是安怎怪囡仔做这道咧？阿太伊会晓读册，伊甲我读册，咱就要好好栽培伊，互伊加读一寡册，将来嘛较有出头，敢毋是咧？咱即摆嘛有才调请人啊，咱就去请一个师傅来斗3工啊。阿紧，才几个字，哪会写规包袂写完啊？你安尼是要安怎考试？哎呀，人手会听，我无写。袂呢，一定要写。来，来遐甲伊教。哎呀，人手会听啦。好，叫伊写一个字，你都爱画手听，真无好诶。哎呀，我喙焦，我要啉水。好，搁要啉水。好啦，我帮你停啦。小等哦，你水啉完，字还袂写好，你著甲我试看卖。阿吉，
你来创啥？我是叫你写字呢，不是叫你画图呢。阿母，还要要加班，阿母，哎，你哪安尼啊？我未甲你拍着，你就来喊阿母阿母。还要要加班，教袂晓啊！教袂晓啊！够唔认真？像这款人哦，一声头无找啊！阿太啊，你是创啥啦？我不是甲你讲过啊，莫甲小弟拍，你哪拢听无哈？阿母，伊唔听话啦！你要哪应该拍啦？我阿母伤阿母，我是叫伊写字，不是叫伊画图的。你看，伊我超过。伊唔肯好好啊写字，唔好好啊学，你就动手甲拍。啊，你做人阿兄无爱听堂小弟，就是你的唔对啦。我无唔对啊，阿健应该拍。阿母，你也有要教我甲伊写字啊？阿太，你做人阿兄哪会用这款态度哈？你干会晓写紧，啥物拢唔管。哎，阿太，阿太，阿太啊！阿太，阿太，阿碧啊，你阿兄有转来无？无呢。这个囡仔哦，讲伊两句就走出去啦，小可够强的。啊，你是无代无志，你骂囡仔骂安怎？啊，等你嘛一个走去啊！我看你变啦。阿太睡着啦，阿太睡着啦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好，睡去，好，我阿碧啊，你摕药啊啦！睡去啦，赶紧来，好，来。阿太啊，讲起有够家着啦，我伫遐土地公庙找着呀，把这冲正惊饲到有法办法条，你放出来后面干人啊？睡，进来啦吼！睡呀。三个字。快点来！进来啦！安来，我来啦。进来啦！我这啊，我看这，一天来过。卖错啦，卖错啦。我靠！我要啉茶。我吃烧啦。阿海，阿海，紧起来啦！阿海啊！阿海，医生啊，啊这脚是安怎？什么原因会整到安尼啦？我看吼，伊的空髓去互破伤风来感染了，已经足严重啊！只骹早晚要记断啊，啊无性命不保。医生啊，敢真是着爱顾脚？医生，敢无其他的办法啦？加这个办法尔，你爱考虑者。好了，为着囡仔的性命，该顾嘛爱顾啊，无要安怎？好了。那安尼，董律师麻烦你签一个。不应该顾的啦！像人啊，啊人医生都安尼讲啊，迄个脚无顾家，性命无去啊！我签了。不应该，我讲不应该啦，不应该这样的啦！我不要再继续让给他存进一个堂，我不爱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不亲回，啊不亲回，可比不亲离。进来吼。人医生讲，若爱性命，伊脚就爱顾起，你偏偏就唔是，假搞你敢爱转来，你比医生还搞啦！阿婆，有麻油摕来啊！哦，今麦就等抽粉啊！小玲啊，抽来啊！来，抽过来。哎，无你即摆是按正讲迄初吻，甲麻油搅搅，就要甲阿太讲，啊，阿太迄条性命你补甲无去啦！哎，啊我怎讲你有听无？你甲我落去啦！
阿太不该安尼哦，迄是我的责任，我会负责甲伊好啦。你若是敢若会晓细细念，要甲我做到无？你就要落去楼下等啦，落啦！好，你免再看你个查某外搞，假搞。使啊，使。阿太，若无爱甲脚固掉，你就爱小心阿母吼。阿兄，你袂当死啦！等是你讲啥？拍一水啊！阿太，你较进来吼，紧紧的。来。较早啊，恁外妈脚去互牛踏着，就是用这膏好的啦。较进来吼。对啊。你讲白啊！我无拢当作讲我无咧关心我的囝，我做人的老爸哪有讲无关心家己的囝？我茫茫讲伊大汉会当接我的苦，来管这个拍地啊店。马总统，你著要开动，保证阮阿太平安无代志。拜托。你在看啥？滚了！天公伯啊，土地公、妈祖婆、观世音菩萨，你著保庇阿太啊，当平安无代志，渡过这关，感恩啊！看这个。恁这个小弟哦，是有较骄淡薄啊。啊，毋过你是做人大姊大兄的人，敢袂小让一下？毋过阿囝有头仔真正是足超过的，像迄天的代志，根本就毋是阿兄的毋对。囝啊，阿兄脚即马变安尼，啊，你有啥物话要甲阿兄讲无？哎呀，是嘞啦。阿母哦，嘛捌破病，啊，人伫艰苦的时阵，你嘛是会想，天公伯啊，是安怎遮尔啊无公平，要互我承担即款的艰苦，对无阿太？你看恁小弟啊，脚无方便，你就亲像破病一世人共款。啊，若换做是你，你会安怎咧？啊，毋过我有当时啊，看到伊明明知影你足无用的，啊会搁挑工咧遐塞奶，糊糊甜，我看的都足想要甲扒落。对啊，我嘛是。阿母知影恁拢足友好的，有时阵哦，我嘛感觉阿景啊是足够甲人顾的啦。弟啊，阿太，阿母即马足想要甲恁抱的，好无？哈，就是啊，恁看啊，恁拢毋肯互我抱，惊人笑，对无？啊，毋过阿景啊就无共款啊。伊最爱互我抱的，最爱互我揽的。搁再讲，伊的脚无方便，更加需要人家照顾啊。所以，我毋才较食甲抱。恁是做大兄的，啊，搁有做大姐的，哪会用甲家己的小弟食醋咧？阿母也会老，有一天哦，我嘛会无法度搁甲阿景啊爱。你是做人大兄，啊，搁有大姐的，阿母要甲恁拜托，恁得好好啊疼惜你的小弟，好无？来。阿海啊，落回你陪我的是当时要到哈？后礼拜啊。敢我会赴？会啦，我拍头红咧，安啦。使啊，话毋是安尼讲啦。啊，咱这摊种嘛强啊吼，50支米粒啊倒，啊50支猪头呢，啊时间遮尔啊平哦，根本就无可能。
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唉，我想哦，搁请一个人来斗相共，你意思啊？有啊，我要请你请。我即摆来给你按纸，叫我提写一下吼。好。师傅娘确实有厉害得对，连咧医生宣布无效，伊袂好势吼，师傅娘都讲伊较好势啊。啊，他即摆个呢，店内呢目睭小眼一下，就知影讲咱骹手无够啊。师，你带着师傅娘哦，会使讲是顶世人烧好香，这世人哦，你有记得啦。你有够瘾头咧！啊，伊若无巧，你要带，你讲唔难。快点！什么掰开？老师不可以骂人！掰开！你们再说一次，我要去跟老师讲。掰开！好，我要去跟老师讲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有情花，啊有情花，可比无情离。病人的手续已经办好了。医师，你好。你好。阮查囝即摆安那哈？我甲伊提5针啦，即马空喙已经好势啊，看起来嘛敢若像外伤尔，即马不过嘛是爱等带伊来观察。哦，那样，好啦，无代志了，无代志了，多谢吼，多谢。如玉，爸，林老师。如玉，医生讲哦，你无要紧啊，只要好好休困就好，吼，乖，乖吼。林老师，阮查囝是咱全校成绩上好的学生，哪会发生这种意外？哇，这学生你是安怎照顾的？是的啦，阮班发生这种代志，实在是足歹势的。如今哦，若发生啥物代志，对死去的老母，我毋知要安怎交代。校长啊，我已经问清楚啊，这件代志真正是意外啦。啥物意外？这明明是家己成绩歹怨毒阮查囝，要讲要害伊的。像阮在内的学生，心内容易有发生问题，想要到心肝遐尔的浓度。校长，陈尚庭这学生，伊的心肝足善良的，应该是要安尼做的。好啊，你又搁咧讲，当时是你呢，我哪叫伊来学校读书的呢？伊竟然莫来学校哦，就袂发生这个代志。林老师，你即时倒转通知因的家长，陈善勤退学。